歡迎各位出席中銀香港呈現國家式建小學人文科閱讀獎勵計劃平台嘅線上簡介會。我係中國文化研究院 School Team 嘅同事 Christine。咁小學人文科咧喺2025至2026學年，即係今個學年啦，就開始推行。為咗幫助小學生可以認識啦、見證國家最新最全面嘅發展成就，佢提供內容可靠而新嘅閱讀題材，咁令到小學生可以掌握國家今日嘅現況真實面貌，同埋都可以透過當今國家人同埋事嘅故事，加強價值觀教育嘅。咁呢一個新嘅學習教學資源平台咧，就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作為呢個冠名資助機構，中國文化研究院主辦，以及得到教育局同埋其他機構擔任呢一個支持單位嘅。咁等我簡單介紹一下陣間嘅流程啦。咁除咗由中國文化研究院總編輯陳愛娟女士 Sally 同埋同事 Ellie 介紹平台內容之外咧，亦都由 School Team 同事 Karen 會解説一下報名流程同埋相關資訊嘅。咁同埋咧呢一個平台嘅學術顧問劉志鵬教授啦，中國文化研究院理事會主席李卓芬教授都會分別透過視頻咧去分享呢個閱讀獎勵計劃平台點樣可以幫到學生同埋老師嘅。咁去到最後嘅大概15分鐘左右咧，就會有一個提問環節啦。咁如果各位有問題嘅話咧，咁都可以透過 Zoom 嘅 Chat Box 功能咧嗰度去打出你哋嘅問題，咁我哋都會逐一去解答嘅。咁好啦，事不宜遲啦，咁我哋而家有請阿 Sally 啦，同埋兩位同事咧去講解一下平台嘅重點嘅。好，咁就首先歡迎晒今日嚟參加呢一個簡介會嘅各位老師啦。咁一路以嚟咧，其實都好多謝老師支持我哋中國文化研究院嘅工作。咁咧今次咧就特登會開一個簡介會咧，介紹翻我哋今次而家呢一個全新嘅平台。咁頭先阿 Christine 都有同大家介紹過啦，我哋今次好開心得到中國銀行香港就為我哋作為我哋嘅冠名贊助嘅機構啦。另外亦都好多謝感謝教育局嘅支持。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實大家都好關心。咁其實我哋由呢一個平台設計嘅理念，其實背後我哋會通過閱讀去認識國家而家最新嘅發展，其實咧都緊貼翻咧最新嘅一啲教學嘅趨勢咧係點樣。咁不如咧，我哋先咧有請我哋今次國家式建我哋嘅學術顧問劉志鵬教授，咁咧不如就為我哋去解釋一下，其實成個平台嘅一個總體嘅理念係啲咩嘢啦。咁我哋先去睇一睇阿劉教授嘅一個分享。國家式建閱讀計劃咧，我相信係一個相當好嘅一個咁樣嘅教育計劃咧，令到小學生咧係可以從中咧從閱讀啦，同埋閱讀嘅內容裏邊咧去培養愛國嘅情操。因為國家有好長嘅歷史同埋好大嘅幅員啦，計劃裏邊嘅閱讀可以咧令到學生回到我哋嘅祖國嘅大地上邊啦，由今天重溯到去古代，我哋嘅種種愛國嘅情操，俾佢哋一個學習嘅機會，亦都有好多嘅榜樣，佢係可以跟住去學嘅。另外咧喺閱讀計劃裏邊咧，我哋嘅學生咧，佢知道我哋國家有幾大咧，亦都歷史有幾長咧，亦都因此會知道咧，其實成個國家咧係面對好多嘅國安嘅問題。其實國家安全唔單止係政治軍事方面嘅，亦都有好多，包括我哋嘅衣食住行，都同國家安全有關嘅。咁同學們翻到屋企食飯嘅時候咧，要關注我哋食嗰碗飯嗰粒米咧，其實裏邊係包含咗我哋國家安全嘅元素。透過呢個計劃咧，我哋係可以從宏觀啦，或者係微觀咧，俾學生知道咧，我哋國家嘅點點滴滴，從而咧去明白今日國家面對緊嘅一個點樣嘅一個局勢，而作為一個國民，哪怕係一個小學生咧，佢應該有咩責任咧？係為國家作出貢獻嘅。國家式建閱讀計劃咧，學習嘅過程係閱讀嘅。咁老師方面可以點樣去準備為呢個計劃同學生互動一下咧？咁我諗都係翻到嗰句名言啦，就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咁裏邊咧有兩個方面嘅，第一咧就係讀萬卷書咧，就係當然包括啲已經係發表咗嘅論著啦。另外就係我哋要相當有效咁去利用我哋而家嘅線上面嘅資訊，
因為咧已經係發表咗、印刷咗出嚟嘅資訊咧，好多時都已經係落後咗少少時間嘅啦。咁我哋今天嘅資訊要掌握，咁呢個係書面上面啦，又或者可以從閱讀上面咧去知道。今時今日咧，仲有一個好處就係我哋其實係足不出戶就可以行萬里路嘅。咁因此老師應該係好好地利用我哋能夠掌握到嘅視頻啦，同埋好多我哋國家而家由中央到地方，由最繁華嘅城市去到最偏僻、最貧困嘅村落，我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視頻咧係可以用嘅。我相信咧係通過文字上邊、文獻上邊嘅閱讀，同埋視頻上邊嘅好直觀嘅觀察，係好容易就會令到同學從中咧學到國家嘅國情，同埋咧係培養呢個家國嘅情懷嘅。老師喺利用啲咁樣嘅咁新嘅資訊，特別係啲即係視頻啦，又或者線上嘅資料嘅時候咧，老師有一個責任嘅，就係為同學咧篩選啲可靠嘅資訊。因為喺個人工智能嘅時代咧，造假啊，又或者係即係製造出一啲咁樣嘅現象咧，其實都好普遍。咁老師咧就要做多啲功課，日日咧都要提升自己，然後先至可以咧係好有效咁為我哋嘅同學服務嘅。我期待咧同學參加完呢個閱讀計劃之後咧，第一首先係培養出閱讀嘅習慣同埋興趣啦。閱讀咧係包括讀書啦，又或者係通過我哋嘅手機或者係我哋而家嘅線上邊嘅工具去獲取更多嘅知識，同埋咧亦都係學會咧開闊自己眼界，千祈唔好咧將自己嗰個知識領域局限喺課堂上邊，喺考試測驗上邊，然後咧主動啲通過多媒體嘅好多工具啦，去獲取國家嘅最新嘅資訊。咁呢個咧，我相信就係我好希望同學可以喺今次嘅閱讀計劃裏邊咧係學到嘅。咁咧頭先咧見到劉教授啦，就咧簡單咧去一個好宏觀嘅角度咧嚟到咧將我哋今次呢一個嘅閱讀獎勵計劃咧背後個意念啦，同埋最重要嘅嗰個元素閱讀咧帶咗出嚟。咁跟住落嚟咧，我同埋我嘅同事Karen 啦，同埋 Ellie 咧就會分開幾個部分咧，就同大家咧去講解一下我哋今次呢一個嘅平台計劃係點樣樣。咁不如咧，老師應該都係最關心，就係我哋咧其實成個計劃嗰個緣起，點解我哋要做一個咁樣樣嘅計劃出嚟咧？咁咧嗱，稍後咧，其實老師都會收到咧，我哋就住今次嘅計劃咧，都會有一啲簡介嘅單張啦，咁咧就會寄到俾每一間嘅小學噶啦。咁咧其實我哋點解用識見呢個名咧？我哋希望學生唔單止係認識，而係親歷去見證我哋作為中國人去睇翻我哋而家國家最新最全面嘅發展係點樣樣。而閱讀咧呢一個嘅獎勵計劃，我哋認為係一個有效嘅方式咧，可以咧幫助到咧我哋嘅學生。咁各位啦，咁應該好多參加今次嘅簡介會嘅老師咧，而家都喺度咧準備咧接受緊呢一個全新人文科嘅一個嘅挑戰同埋落實啦。再加埋其實原本嘅常識科，我哋其實本身咧都亦都好重視咧呢一個嘅中華文化同埋家國情懷嘅。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希望個平台，我哋咧雖然亦都一方面我哋針對咗小學人文科，但係我哋亦都咧係支援緊而家仲係推行緊小學常識科嘅年級咧，亦都可以用呢一個嘅平台咧嚟到去增益翻相關嘅一啲嘅國情嘅知識。嗱，呢個5個格仔咧，其實咧就係將我哋今次呢個平台嘅一啲重點咧，咁咧就會咧話埋俾老師哋聽，其實我哋嘅平台嘅特點係點樣樣啦？咁嗱，首先當然最緊要嘅，我哋由一個好宏觀嘅角度嚟到去睇翻。咁我哋小學人文科而家咧已經正式喺14年班度落實啦。咁好啦，落實嘅時候有幾個重點咧，我哋希望咧喺借助我哋平台呢一個嘅機會咧，可以咧幫助到我哋嘅社會咧有更加多好嘅素材咧，俾香港嘅小學老師使用。一方面咧可以咧借住展示翻我哋國家嘅成就咧，更加咧實在咁咧推行到我哋嘅愛國主義教育啦。同一時間咧，我哋嘅國安啦、
價值觀教育啦，同埋有啲國民身份認同嘅概念啦，我哋都希望可以借助呢個平台咧，再進一步深化翻嘅。咁都講少少啦，嗱，其實呢一個嘅平台咧，頭先所講啦，我哋咧係會針對住係今日國家嘅成就嚟到咧，作為咧我哋嗰個內容嘅設計嘅。點解我哋要講今日國家嘅成就咧？因為咧，我哋認為咧，其實無論古定今都好，我哋咧其實中華文化咧係一脈相承，由古至今發展到而家。但係我哋更加希望係學生咧係可以借住當中嘅學習咧，培養翻佢哋嘅國家觀念。佢哋國家觀念其實咧好大程度上，佢必須要咧係認識今時今日其實國家發生緊乜嘢事。而當中咧，我哋亦都希望學生係可以培養到佢哋立志係為香港啦，同埋為我哋嘅國家未來咧，去諗一諗，其實我可以做啲乜咧？所以小學人文科咧，雖然係小學，但係我哋覺得呢一粒種子對學生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同一時間啦，咁亦都啱啱2025年，我哋亦都有一個嘅國家安全嘅教育嘅框架，亦都再修訂咗出嚟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借助我哋所篩選嘅一啲嘅題材咧，更加咧用一個學生容易明白嘅角度，聯繫翻我哋而家國家發生緊嘅事，等佢去明白翻其實國家安全大安全觀係一個乜嘢嘅概念嚟啦。咁除咗咧我哋認識過程，認識咗呢一個嘅國安嘅概念之外咧，有一樣好重要嘅部分咧，就係關於我哋學生嘅人文素養。人文素養除咗要有我哋嘅家國情懷，我哋咧要對文化，要對自己嘅文化有自信之外，我哋亦都希望佢喺立德樹人嗰一方面咧，可以咧有更加多嘅機會借一啲國家嘅時事或者而家發生緊嘅事咧，等佢去思考翻，其實應該要點樣做，我哋先至係做到一個品格好嘅一個嘅未來嘅社會棟樑咧。咁我哋亦都係呢一個平台，我哋嘅另一個嘅目標就係加強翻我哋嘅價值觀教育啦。而呢種價值觀嘅教育係基於我哋中華文化優良嘅傳統，再加埋今日我哋國家嘅一啲人與事嘅故事，希望可以帶到更加多嘅啟發咧，俾我哋嘅學生嘅。咁啊，當然老師都好關心啦。咁如果學生參加咗呢一個嘅計劃嘅話，佢又將會睇得到啲咩嘢咧？嗱，跟住落嚟咧，我同事咧都會詳細咧去解釋翻咧。其實今次咧，我哋咧就同之前啲嘅一般嘅比賽咧有啲唔同咗嘅喎。原來咧，我哋今次咧係用咗一個叫做3階段嘅閱讀獎勵計劃。咁呢3階段咧，其實每一個階段咧，學生咧佢分咗初小同埋高小報名咧，每一個階段佢會有2星期嘅閱讀時間。喺呢2星期咧，佢進入呢個平台咧，其實咧佢咧係會咧被隨機咧編排到有10則嘅閱讀材料。咁至於嗰個網站當中點樣操作咧，一陣間我就由翻我哋嘅 Ellie 同事就負責講翻啦。不過咧，我咧就先會解釋下，咁究竟佢哋睇到嘅嗰一啲嘅閱讀材料係咩嚟㗎？嗱，因為咧就住我哋國家，我哋希望佢可以多元化咁樣咧去認識翻國家唔同層面嘅發展。咁我哋咧就設計咗有4大主題嘅，包括咗國家嘅地理啦、經濟嘅發展啦、社會嘅面貌啦，再加埋科技嘅成就嘅。咁呢4大類雖然我哋分咗4大類，但係其實咧，我哋個重點咧，可能咧當中咧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咁咧俾學生咧一個更加宏觀嘅角度嚟到睇下，原來每一件事咧，佢背後咧都可以咧有唔同嘅角度咧嚟到去睇得到嘅。而因為我哋亦都想借助一個平台嘅優勢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盡量咧揀一啲時事咧做一個導入嘅喎。例如最近發生嘅93嘅閱兵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咧都可以，我哋咧都會咧成為咗我哋入面嘅一啲閱讀嘅材料嚟嘅。同埋咧小學人文科咧有一個重點，除咗係立德樹人同埋有探究學習之外咧，點樣加強翻同生活嘅聯繫咧都好緊要嘅喎。尤其是喺小學生啦，可能有啲概念咧對佢哋嚟講比較深，咁我哋都
好希望咧，先由一啲同佢哋生活經驗相關嘅事作為一個引發點，咁咧就可以咧等佢咧更加容易咧去進入咧去咧認識一啲新資訊嘅過程嘅。同一時間啦，而家講緊多元資訊嘅年代啦，無論係文字啦、圖片啦、資訊圖像啦，甚至乎視頻啦，咁咧呢啲嘅元素咧都可以咧喺我哋呢一個嘅國家識劍平台嗰度咧會揾得到。嗱，一陣間咧同事咧就會話俾老師聽，其實我哋而家個平台咧已經陸陸續續咧就將一啲試閱嘅文章咧就放上去我哋嘅網站上面。咁其實老師你咧頭先 click 開我喺一開始見到嗰個嘅網站咧，而家已經咧係可以咧睇到呢啲試閱文章。咁我哋咧將會喺星期五，即係明天啦，就會咧將所有咧初小同埋高小各12篇嘅文章咧，就會咧完成晒喺嗰個試閱文章表嗰度。嗱，我咧就舉少少例子出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我哋啲文章係咩嘢嚟啦？譬如以呢個初小為例啦。因為初小嘅小朋友咧，其實佢相對嚟講咧，佢個識字量咧係會比較少啲，同埋佢嘅認知嘅能力啊，可能喺抽象思維能力方面都係比較弱啦。咁所以咧，我哋盡量都用一啲比較直觀啲嘅內容啦、圖片啦嚟到做一個引發嘅。例如呢一個初小啦，咁我哋嘅文章盡量限制喺300至400字入面嘅。咁用荔枝啦，其實用荔枝呢個古仔咧，一方面我哋夏天嘅時候，學生隨處可以見到荔枝啦。同埋有陣時可能佢跟爸爸媽媽翻去內地摘荔枝嘅時候，佢都會有一個咁嘅生活經驗。我哋由嶺南荔枝呢一件事去到咧同大家咧去傾一傾，其實嶺南嘅意思係啲咩嘢咧？咁咧我哋希望可以將國家地理知識咧，唔係硬邦邦咁樣咧叫佢哋死記硬背嘅，係要咧同佢哋日常生活嘅經驗咧互相聯繫起嚟。而當中我哋亦都會講下少少古人嘅故事嘅喎，即係例如原來古代咧去運荔枝嘅時候咧，騎住隻馬咧由廣州去到長安咧，起碼要10日以上。但係今日原來我哋7小時嘅高鐵咧，已經咧可以咧完成咗呢個過程。通過一個古今嘅對比咧，就俾佢感受得到，其實中國人係不斷咧係為我哋嘅生活求取嘅進步啦。好啦，去到高小嘅時候咧，咁咧好多時我哋都會聽過北斗衛星，但係其實可能小朋友咧會一路好奇怪，咁呢啲太空科技會唔會好遙遠啊？咁我哋咧亦都咧會選取啲咧最近國家嘅一啲嘅建設啦，嚟到咧作為一啲嘅題材嚟到去講翻。例如喺北京嗰度啦，佢哋嘅首都嘅機場線咧嘅地鐵咧，就會利用北斗衛星系統咧，就會咧做咗一個係室內嘅導航系統。咁而家就喺度建設緊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咧俾學生去知道，其實國家發展我哋嘅航天科技嘅時候，其實同一時間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視民生嗰方面嘅應用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高小嘅文章嘅取材啦。咁好啦，呢度咧特別想講翻咧，就係咧我哋咧希望學到國家嘅資訊，唔係死記一啲嘅資訊或者去背書，而係我哋希望佢會明白每一件事背後嘅意義。例如話由北斗衛星系統，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國家係將好多科技落地，係去到民生使用嗰度，令到有一個便民利民嘅效果出現啦。又例如講到去荔枝呢一個嘅運送過程之中，我哋見到各方齊心合力，點樣可以將荔枝最快時間運到去顧客手上，其實係睇到中國人嗰種創新精神啦，同埋實踐嘅能力係非常之強嘅。另外咧，我哋有一篇文章咧係會講到咧杭州嘅亞運咧點樣咧將全天候將一啲綠色嘅概念咧可以融合咗喺佢哋嘅會場嘅建設嗰度。其實我哋去睇翻就係中國人一路我哋會背書會講天人合一啦，同自然互相融合並生，其實正正就係可以通過呢一樣嘢咧嚟到去反映出嚟啦。又例如啦，有一篇嘅文章就係咧貝聿銘先生佢所設計嘅蘇州博物館。貝聿銘先生咧係我哋眾多嘅故事其中一個，佢咧其實係一個雖然受西方教育好多嘅一個人。
佢係哈佛大學畢業，亦都喺美國做咗好多年嘅建築師，但係佢從來冇忘記自己嘅根。佢喺晚年嘅時候80幾歲，亦都咧為蘇州博物館咧主持咗呢一次建築嘅設計。而呢一次嘅設計咧，佢亦都咧好明顯，其實係送俾佢嘅家鄉蘇州嘅一個禮物。而喺當中咧，其實佢亦都展現咗佢既有傳統文化嘅修養，亦都有一種創新學習嘅能力。咁我哋都好希望藉住呢一啲嘅故事，呢一啲最後文章嘅典撥咧，可以將我哋嘅教籍觀教育咧，可以更加咧清楚咁咧同學生傳遞到出嚟嘅。頭先我所講嘅嗰啲文章咧，老師你哋而家喺我哋嘅試閱嘅版本嗰度咧，已經咧係可以咧將會睇得到㗎啦，亦都有一部分已經上載咗。咁咧同一時間，咁啊老師可能大家都好關心，咁嚟緊比賽嘅時候，我哋嘅學生究竟會睇到乜嘢嘅文章咧？嗱，大家喺呢度所講嘅咧係當中我哋嘅一啲嘅取材嚟嘅。咁咧就至於係點樣咧，咁就嚟緊咧就3個階段咧，學生就自己慢慢打開寶箱咧嚟到咧去睇一睇啦。不過呢度咧我都咧將其中一篇嘅取材咧先同老師分享先啦。如果老師咧有認識嘅話咧，我哋中國文化研究院嘅主席李卓芬教授咧，其實咧佢個背景咧都係好傳奇嘅喎。佢自己本身咧係一個工程師啦，係一個水利工程師，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咧亦都投身咗我哋國家嘅工程嘅建設、水利工程建設之餘咧，亦都係一個敦煌嘅專家。咁我哋咧嚟緊一啲嘅閱讀材料咧，都會將阿李教授嘅古仔咧放落去咧我哋嘅閱讀材料入面嘅。咁不如我哋先嚟睇一睇當中佢一啲故事嘅分享先啦。咁啊，當年咧就三維工程咧主要嘅設計單位咧就係喺武漢嘅長江水利委員會。夏日嘅武漢咧天氣咧經常都係40度度，兩邊係山啦，中間一條大江，啲水咧就蒸上嚟，其實你就享受緊免費桑拿。咁我以前咧後生嘅時候就有跑步嘅習慣，但係當你40度，周圍都係桑拿天氣嘅時候咧，其實都好難跑得喐。咁咧當年嘅武漢咧都唔淨止武漢，中國其他地方經常停電嘅，電力供應好緊張，空調就冇嘅，就有2把風扇。咁啊停電嘅時候風扇都冇啦，當年亦都冇 PowerPoint， 咁啊用個幻燈機，啲幻燈片只能夠喺黑板寫咯。咁啊40度嘅天氣，電風扇都冇，咁你可以想象大家都一身水一身汗。咁但係會咧仲係繼續開，於是者又過咗好幾個咁樣嘅夏天。仲有一樣咧，即係好難忘嘅咧，就當時每日喺武漢開完會，翻住宿嘅地方，要坐車經過大街小巷翻去住宿嗰度，你見到咧大街小巷咧成千上萬嘅竹床，男女老幼咧就瞓晒喺啲竹床度。點解係咁咧？因為嗰間屋實在太熱啦，夜晚你冇法子喺裏邊瞓，咁於是咧一家大小咧就喺晒街上啲竹床瞓。今年咧就睇到有一個武漢嘅消息，話佢哋咧而家咧就好懷念嗰個竹床文化。咁於是咧就又讓大家將啲竹床擺翻出嚟咧，體驗下當年嘅生活。今時今日就已經再唔缺電啦，即係大家都能夠用上空調啦。中國不但唔再缺電，仲出口電力俾啲鄰近嘅國家。回顧翻80年代就係當時嘅情形就係咁。嗰陣時又唔係覺得好艱苦嘅咩？因為個個人都係咁，咁呢個係生活嘅一部分咯，就。好，咁啊嗱，大家頭先咧都欣賞過，就係一部分啦，就係阿李卓芬教授嘅個人嘅一啲嘅故事。咁啊，佢嘅故事咧，亦都將會咧成為咗我哋其中一個階段比賽嘅閱讀嘅材料嘅部分嚟嘅。好啦，咁啊，老師咧都好關心，就係我哋3個階段嗰個嘅比賽時間啦。嗱，一陣間咧 Karen 咧會再詳細啲同大家去講清楚呢個嘅日期啦。咁我咧站在呢一個喺內容上咧都會有少少嘅提示俾翻老師嘅。
嘅。咁其實咧3個階段我哋嘅閱讀材料咧，我哋咧盡量希望可以做到由淺入深，即係話咧去到第3階嘅時候咧，咦可能咧我哋啲題材咧個內容咧會深少少。不過咧其實我哋嘅內容咧喺當中咧亦都會有一啲叫做一脈相承嘅一個嘅情況啦。因為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去睇翻其實小學生佢每一次閱讀嘅時候咧，我哋講嘅概念咧亦都唔會太過多。咁咧我哋係希望通過唔同嘅階段咧，可以將咧某一啲類似嘅嘢咧層層遞進咁樣咧同佢哋去講一講。例如以一個為例啊，譬如我哋初小會讀過咧就係學生消費，咁有啲唔同嘅消費嘅模式。咁我哋會除咗介紹而家嘅電子支付嘅一般做法，亦都會講下啊，有我哋一啲嘅非觸式嘅一啲嘅支付方法啦。譬如，咦，原來而家掃下塊面或者掃下指紋已經可以做得到。咁甚至咧，原來而家咧已經啦開始有一啲咧係無人嘅商店啦，而由一個買賣到一個無人機嘅一啲嘅運送咧，其實就亦都係一個物流嘅發展。我哋希望咧通過3個階段咧，可以咧將呢一啲嘅概念咧層層遞進咁樣咧，就令到學生咧有更加好嘅機會咧，去就住某一啲嘅課題咧，逐步去加深認識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希望咧，老師好關心嘅就係我哋嘅題目設計啦。嗱，每一個嘅階段咧，學生佢走入嚟我哋嘅平台咧，同喺閱讀嘅過程之中咧，佢亦都需要回答有5條嘅題目嘅。咁當中咧，我哋會主要咧係一啲叫做多項選擇題啦。多項選擇題咧，有一啲係得一個答案嘅，有啲就多於一個答案。咁我哋喺嗰個嘅題幹嗰度咧，亦都會提示咗學生㗎啦。而同一時間咧，因為都係借助平台嘅好處啦，咁我哋亦都有啲嘅題目咧係會借助相片嚟到去輔助作答啦。咁我哋喺題目設計嘅深度咧，當中咧有啲嘅題目會比較淺白少少，就係一啲直接嘅複述嘅題目咁樣樣。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需要學生睇得仔細啲嘅喎。例如大家睇到第3題，我哋喺文中咧其實咧有提過咧，喺青藏高原條鐵路咧，啲人點樣去解決一個凍土嘅問題咧，就會咧用到圖中嘅工具。咁學生咧睇完嗰篇文章，佢係要消化下，跟住咧就要先至可以答到第3題呢一條嘅題目嘅。咁我哋希望啦喺題目嘅設計上咧，可以咧針對到學生咧可以接受到一啲唔同程度嘅題目嘅挑戰咧，即係咁我哋咧就可以咧睇得到咧，其實學生係咪真係了解咗嗰篇嘅文章，而我哋最尾咧就可以選出到咧一啲閱讀表現咧更加好嘅學生。而我哋嘅題型上啦，大家可以睇到咧呢度初小咧有一條咧好多顏色嘅 box 嘅題目喎。原來咧呢一種配對題，即係話咧我哋嘅題型除咗有頭先嘅嗰一啲單個答案嘅多項選擇題同埋多個答案嘅選擇題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嘅配對題咧，係咧可以咧俾學生有多啲一啲嘅題型上面嘅一啲嘅作答嘅趣味嘅。咁當然啦，我哋為咗分別翻就係學生嘅能力咧，咁我哋去到每一個階段咧，亦都咧會有一條嘅題目咧係會特別難啲，甚至去到第3階段咧，我哋咧會有少少咧相關嘅相同題材一啲課外知識嘅題目噶喎。但係咧嗰個課外知識咧一定係同嗰篇閱讀材料係相關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學生參加呢一個嘅閱讀比賽嘅時候，唔好再覺得係一個叫做補充練習式嘅一個嘅閱讀嘅功課啦，而係希望佢真係可以通過到成個過程咧，啟發翻佢對於認識國家唔同面貌嘅一個嘅興趣嘅。嗱，咁我咧去介紹嗰個閱讀材料同埋嗰個題目類型嗰度咧，介紹就到此為止，我就交俾 Karen 去講一講咧當中一啲嘅賽制安排啦。好啊，唔該晒總編輯。咁其實啱先咧，總編輯都已經同我哋簡單咁樣介紹咗一下。我首先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呢個計劃嘅日程先。咁咧，其實我哋早排就已經安排咗可以開始報名，因為我哋嗰個報名網站都出咗嚟，同埋我哋今日呢個閱讀平台都出咗嚟嘅。咁上面咧有一欄係關於報名嘅，入邊有報名表啦。咁有興趣學校咧，我哋建議咧就喺10月嘅22號，即係禮拜3。之前咧就遞交呢個報名表，因為咧我哋收到報名表之後啦，都係需要為每一個參加嘅同學製造呢個閱讀帳戶嘅，咁就所以希望想參加3個階段嘅老師可以喺10月22號之前就遞交報名表啦。咁好啦，
啱先都有講到話呢個閱讀計劃咧係分3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10月27號禮拜1至到11月7號禮拜5嘅，咁就為期係2個禮拜啦。第二個階段11月17號禮拜1至11月28號禮拜5。2個禮拜，咁然後第3個階段啦，就係去到2026年咯喎，去1月12號禮拜1至到1月23號嘅禮拜5，都係為期2個禮拜嘅。咁好啦，3個階段嘅閱讀任務結束咗之後咧，就我哋會去到2026年嘅3月份就會公佈翻呢一個嘅結果啦，同埋我哋會上載所有嘅閱讀材料嘅。咁所以我呢一 part 咧，我同事 Ellie 咧就會同大家講一講喺邊個位置可以睇到噶啦。咁然之後咧，去到5月至6月咧，我哋會舉行呢個頒獎典禮嘅。咁有關獎項咧，我稍後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嘅。好，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成個閱讀計劃嘅一個日程啦。咁再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呢一個閱讀計劃規則啦。啱啱我哋總編輯都有同我哋提到過部分嘅。咁我再詳細同大家講一講。咁我哋呢個計劃嘅對象咧就係有分2個組別啦。第一個組別就係初小組，亦即是係小1至小3嘅學生。第二個組別係高小組，呢度打錯咗，應該係小4至小6嘅學生。咁咧每一間學校嘅參加人數咧都係不設上限嘅。咁同埋同學仔咧係需要使用我哋指定嘅一個閱讀帳戶去登入平台嘅。咁啱啱提及啦，我哋有3個階段嘅作答嘅日期啦，咁就係分4大主題嘅，就啱啱編輯提過嘅國家地理啦、經濟發展、社會新貌同埋呢個科技成就嘅。咁第一階段個閱讀任務咧就係最簡單，而第3階段咧就係相對比較難嘅。而我哋呢個形式咧，都係登入咗平台之後咧，首先咧左邊就係閱讀嗰個文章，然之後再去回答問題嘅。咁閱讀材料方面咧，就啱先都提及到嘅，包括文字啦、圖片啦、啲圖解啦、視頻啦咁樣嘅。而每一篇嘅文章咧，就有包含5個題目嘅。咁題目方面就係單選題啦、多選題啦、配對題同埋呢個圖片題嘅。好啦。咁每一個閱讀階段個2個禮拜咧，學生咧都需要登入去作答嘅喎。咁然之後學校可以安排同學喺學校作答啦，或者係返屋企作答都可以嘅。係啦，咁呢一度要提大家就係我哋每一篇嘅文章咧，淨係得1次嘅作答機會嘅。咁我哋到時候 click 入去嗰個文章嗰度都會提大家係得1次作答機會。咁所以大家咧係需要保障喺呢個網速穩定嘅情況之下先至點擊開去作答啦。咁關於平台呢度要求咧，稍後同事咧都會同大家講一講嘅。咁啱啱總編輯就提過啦，其實我哋呢個平台都係想大家養成呢個閱讀嘅好習慣啦。咁所以係希望大家可以從閱讀中得益。咁所以咧，同學咧必須係要獨立咁樣去作答嘅喎。咁如果我哋發現如果有代答、家長代答啊、同學代答嘅情況咧，我哋係會取消同學仔嘅呢個參加嘅資格嘅。咁仲有一點咧，就係我哋作答之後咧，我哋一個階段係會俾同學去再登入翻嗰個平台，可以再重溫翻啲文章嘅，就可以睇文章，但係就冇辦法去再做題或者睇翻你之前作答嘅嗰啲題目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呢個計劃嘅規則啦。咁咧，我同大家講一講獎項啦，係啦。咁其實我哋每完成一個閱讀階段咧，同學仔都可以喺平台嗰度去下載翻嗰一個階段嘅電子證書嘅。咁跟住完成咗3個階段之後咧，仲有一個係完成計劃嘅證書，亦即使係電子證書嘅話咧，就會有4張，咁分別就係第一階段、第2階段、第3階段同埋完成成個計劃階段嘅呢個閱讀呢個嘅計劃證書嘅。好，咁實體獎項分別咧，我哋就有4個獎項啦。2個獎項咧係關於同學個人嘅，咁就係18區個人卓越表現獎啦。呢一個獎項咧就係獎勵翻每一區當中每一個組別成績最好嘅5位同學嘅。咁如果分數相同嘅話，咁我哋就會睇呢個作答時間啦。作答時間最短咧就優勝。咁然後第2個個人獎咧就係全港嘅個人卓越表現獎啦。咁呢一個獎項咧就係獎勵全港當中啦成績最好每一個組入邊成績最好嘅前10個同學。咁依然都係啦，分數相同嘅話咧，就會以作答時間最短咧為優勝嘅。好啦，咁學校獎項方面咧，就會有次2個獎。第一個咧就係最積極參與獎，
最積嘅參與獎咧就係獎勵翻全港學校當中學生參與率最高嘅10間學校啦。咁呢個參與率嘅計算咧，就係我哋要睇翻學校1至到6年級一共有幾多人啦，而參加我哋呢一個計劃嘅學生係有幾多人嘅。咁第二個獎項咧就係卓越嘅學校表現獎啦。呢個獎係獎勵全港學校當中參加學生所有參加學生作答嘅總分最高嘅10間學校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係鼓勵大家學校可以請1至6年級嘅同學都參加，咁呢個攞獎機會就會大啲咁樣啦。係。咁然後咧，我哋再講講網上嘅閱讀平台咧，呢個交翻俾我同事 Ellie 同大家講一講。好，唔該 Karen， 各位老師午安。咁我哋睇一睇我哋而家網上閱讀平台。咁其實頭先我哋編輯都講過啦，咁我哋嘅網站咧已經推出咗啦。咁老師亦都可以 Google 啊，或者搜尋啦，中銀香港呈獻國家識別小學人文科閱讀平台咧，咁就會去到我哋相關嘅網址㗎啦。咁我都講一講啦，咁我哋嘅網站咧，主頁咧都會有唔同嘅資訊啦，去俾老師咧去了解翻頭先我哋編輯同埋另外學校服務團隊嘅同事咧講咗一啲嘅獎勵嘅規則啊，計劃嘅行程啊，同埋一啲嘅方法報名方法都喺呢個網站度可以揾得到嘅。咁咧我就可以打開我哋相關呢個網站，俾大家可以睇一睇我哋而家國家識見嘅網站平台。係啦，頭先我哋講過啦，我哋嘅計劃介紹、計劃日程、我哋嘅報名方法、常見問題等等聯絡我們咧，都可以喺網站度可以詳盡可以羅列出嚟㗎啦。咁老師頭先關心嘅，我哋編輯講嘅，我哋會設置一個熱身專區。咁呢個熱身專區咧，就會我哋提供翻包括初小組同埋高小組一啲嘅試閱嘅文章嘅材料。咁老師亦都可以透過喺呢個部分裏邊啦，可以掌握下我哋呢個平台一啲嘅內容嘅深淺程度啊，或者幅度篇幅嘅內容嘅，咁亦都可以俾同學咧直接去呢個網站度進行呢個熱身專區。例如我係一個初小組嘅學生，小1、小2、小3，我哋可以揀翻相對應嘅主題啦 ，click 入去，咁咧就會見到我哋嘅試閱文章㗎啦。咁亦都顯示翻頭先我哋揀咗國家地理喎，咁就左邊就係你個文章，咁我哋介紹一個東北嘅白色旅遊呢篇文章嘅，裏邊又有文字啦、資訊圖啦、圖片啦等等唔同嘅類型嘅。咁右邊咧就係一個作答嘅題目嘅，咁又包括多選啦，係啦，咁提綱你都寫咗答案可多於一個嘅。咁另外我哋仲有配對嘅題目啦，咁頭先我哋編輯都有講過，我哋呢個比較有趣啲嘅就係配對左邊同右邊配對唔同顏色嘅，係啦。咁如果我揀錯咗喎，咁我重新剔翻，咁我就可以揀翻相對應嘅啦。咁下面都會顯示翻我嘅答案係配對邊一個選項嘅。當完成晒5道題目之後咧，學生咧亦都可以繼續重溫再檢查嘅。咁我哋左邊都會有個video 視頻啦，亦都可以俾同學仔咧直接可以打開。完成咗之後咧，咁就去翻提交答案，咁亦都系統會顯示啦，可以再檢查多一次，或者好有信心就可以提交噶啦，係啦，咁就顯示翻個分數啦，同埋學生咧亦都可以咧睇到翻，佢有冇答啱邊一題啊？咁但係呢一個只係一個熱身專區試閱文章，當我哋正式比賽嘅時候係唔會顯示到答案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同學仔可以喺呢一個熱身專區裏邊咧試下自己嘅水溫啊，練習下就可以噶啦。好，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頭先都講過喎，我哋咧其實係提供咗12篇嘅文章嘅喎。咁所以其實咧，我哋係會可以翻回主頁。再繼續去揀翻相同嘅主題，可以睇到唔同嘅文章㗎啦。咁呢一個咧可以俾老師你自行一陣，可以自己去試下打開呢個網站去玩嘅。咁高小組一樣啦，我哋揀翻唔同嘅專題啦，我哋可以睇翻唔同嘅資訊嘅。咁呢一部分咧，同正式比賽嘅畫面咧都係大致相同嘅。我哋都會好多唔同嘅圖片啊、視訊影片等等，咁令到學生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唔同嘅形式咧去了解我哋嘅國家嘅資訊嘅。好。我哋返回翻我哋嘅 PowerPoint 先。好，頭先我哋講咗圖示嘅介紹啦，我哋嘅平台咧係需要有帳戶去登入嘅，包括學生嘅帳戶啦。咁喺平台裏邊啦，我哋同時會派發指定嘅帳戶同密碼俾學生去進行登入嘅。
而計劃嘅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學生咧可以進行第一階段嘅閱讀任務，每個階段開放嘅時間都唔一樣，所以喺呢個任務階段嘅時候，我哋會顯示翻每個階段嘅時間啦，同埋如果喺當時嘅時候，我哋會開放嘅；如果未進行嘅時候咧，我哋會顯示灰色嘅。咁學生咧亦都好清晰會見到幾時去進行呢個閱讀嘅任務㗎啦。另外咧，我哋都會顯示翻學生完成嘅進度啦，就會喺呢度都會睇得翻嘅。系統會顯示到學生完成嘅篇數啦，同埋每個階段閱讀嘅難度嘅。咁當學生進入去嗰個階段之後咧，每個階段都會設置10個閱讀嘅任務盲盒，就好似而家啲同學仔好中意抽盲盒咁樣。我哋嘅盲盒入邊嘅文章咧，係不論主題、形式或者題型咧，都係隨機派發嘅。咁即係每個學生咧，每一次咧喺10個 box 入邊咧，隨意揀一個可以進行打開。例如我今次去打開第2號嘅盲盒啦，咁將入去之後咧，系統亦都會提醒學生啦，一旦開始咗咧，就唔可以中斷，唔可以退出噶咯喎。如果佢確定開始咗任務之後咧，佢只咁確認就可以進入去文章嘅界面啦。咁喺文章作答嘅界面裏邊啦，頭先同熱身專區都一樣，我哋左邊都係文章嘅內容啦，右邊就係一啲嘅問題嘅。咁學生隨機咁樣去進行抽閱咗個文章之後，可能就話，咁咧我今次抽嘅可能同我問大嚟同學仔係咪抽同一個任務嘅咧？其實都係未必㗎，所以我就會隨機派發，包括選項咧，我哋都係隨機排序嘅。咁完成作答之後咧，就可以撳提交答案就可以㗎啦。咁當然啦，就會顯示啦，系統顯示你已經提交答案成功，但係同頭先試完唔同啦，我哋係唔會顯示答案嘅，咁所以同學仔咧都好認真去閱讀先好提交答案啦。好，去翻之後，我哋話，我打開咗呢個閱讀文章，進行第2篇嘅抽盲盒咯喎。咁其實學生咧，如果想重溫翻剛才我打開2號嘅文章，亦都可以再打開，再次重溫文章，可以睇翻頭先嘅文章。但係咧，我哋就唔會顯示題目啦。咁學生亦都可以繼續去延伸學習嘅。當學生完成一個階段入面嘅閱讀任務裏邊啦，每個盲盒咧都會呈現相關嘅階段嘅情況嘅。學生啦可以返回閱讀任務咯，去繼續打開唔同數量嘅盲盒啦。例如我仲未打開3號盲盒，我就可以呢一次打開3號盲盒嘅。咁學生如果係曾經打開，但係都未開始進入文章閱讀嘅咯喎，咁我哋嘅盲盒咧就會顯示待作答，好似01號咁樣。咁學生咧就可以繼續作答㗎啦。咁如果我哋喺每一個階段嘅任務結束之內咧，咁其實咧我哋會顯示翻階段已經結束嘅時間，學生嘅完成嘅一個篇章嘅數量咧，亦都會隨機喺呢度顯示嘅。咁頭先我哋同事都所講啦，每一個階段咧，我哋都鼓勵同學仔去進行呢個閱讀嘅，所以咧，其實我哋每一個階段學生可以完成晒所有咁多個文章之後咧，就會獲得第一階段嘅證書㗎啦。呢個電子證書可以係下載翻 PDF 啦，另外我哋都提供到可以分享至 Facebook、IG 同埋 WeChat 嘅，令到咧同學仔咧去鼓勵佢哋進行呢個完成任務，可以分享俾其他同學仔嘅。好，喺第一階段任務期咧已經關閉之後啦，咁學生話我仲想睇下，其實我答過個文章嗰啲內容㗎喎，咁學生亦都可以返回呢個第一階段，每篇嘅文章咧，我哋都會俾機會學生去繼續重溫嘅，佢亦都可以隨時隨地咧去睇一翻呢一篇嘅文章嘅內容嘅，咁當然啦，我哋就係唔會再次顯示題目嘅內容嚟㗎。好，如此類推啦。咁喺第2階段嘅開放嘅日期開始咗之後咧，學生咧就可以繼續去進行第2階段嘅任務㗎啦。咁然此之後咧，我哋學生亦都會見得到佢完成嘅情況嘅。學生完成晒3個階段嘅閱讀計劃咧，就可以獲得相對應唔同階段同埋一個總嘅閱讀計劃嘅證書嘅。全部都可以下載喺電子版本 PDF 嘅，另外都可以分享到唔同嘅社交平台。好啦，頭先我哋都所講啦，學習咧就係無言止境嘅，咁所以成個計劃結束咗之後咧，我哋個平台會開放晒所有4個主題，所有嘅閱讀文章，學生咧就可以再次重溫，同埋可以作答文章，並且可以下載全部閱讀材料，即係意味著話，你曾經抽中嘅文章，我哋可以再次玩啦，
未抽過個文章，隔離個同學仔抽過嗰篇文章，我未做過喎，咁亦都可以喺呢個機會度可以重做翻啦。咁系統咧喺呢個重溫階段裏邊咧，就可以提供埋自動批改答案，咁亦都係無限次作答，咁系統係唔會儲作答記錄啦，同埋計分嘅，同埋每一篇閱讀材料咧，學生都可以下載 PDF，亦都可以翻屋企自己去做嘅。好，我哋講完學生嗰個帳戶之後咧，我哋都提供埋一個教師管理帳戶。咁老師咧可能都想督促下同學仔有冇完成任務啊，我都可以問下同學仔有冇按時按定候咁樣去完成咧。咁我哋大會咧亦都會派發一個指定嘅帳戶俾老師咧去登入嘅。老師可以使用呢個教師管理帳戶啦，可以檢視你哋學校所有參與嘅學生喺每個階段完成閱讀嘅文章數量嘅情況嘅。每個同學仔，譬如有冇喺階段一完成幾多啊？我哋10篇裏邊完成咗幾多篇啊？咁我哋會羅列翻俾老師睇翻，咁老師咧可以督促學生可以按時進行呢個閱讀任務嘅。最後咧，我哋亦都會提供翻所有閱讀文章係有答案版嘅 PDF 啦，提供俾老師咧去下載，由學校咧老師咧可以自行咧做係一個校本嘅閱讀教材啊，或者做其他嘅教學用途嘅。咁亦都最後都提醒翻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網站嚟啦，我哋咧係需要咧同學仔咧去使用嘅時候咧，無論使用桌上型嘅電腦啦、平板電腦啦、手機啦。咁學生喺內地都可以進行作答比賽嘅，咁但係提醒參加者咧係必須要確保你網絡去穩定啦，同埋電子設備係正常下去進行呢個計劃嘅，為確保咧可以比較有效咁樣瀏覽啦，同埋避免咧作答嘅時候會出現啲唔同嘅情況啦。咁大會都會建議使用 Chrome 瀏覽器同埋 Windows 10或以上嘅作業系統嘅。咁亦都建議學生咧就可以直接 copy 條 link 咧，去單獨喺呢個瀏覽器度開啟嘅。咁就可能開啟之前咧，就盡量關閉一啲運行其他唔同嘅軟件啊，或者係界面嘅。咁開始咗作答嗰個界面之後咧，就唔可以關閉同埋再 refresh 呢個頁面啦。咁以免系統咧係會自動提交呢個作答記錄嘅。好，稍後呢個時間咧就交翻俾 Karen 啦，去講解翻我哋點樣開設同埋派發呢個閱讀帳戶嘅。好，唔該 Annie。咁咧，我再同大家講翻呢個閱讀帳戶嘅情況先，係啦。咁而家咧有個時間表俾到大家嘅，就係咧我哋希望學校可以盡快提交報名表啦。咁其實今日如果大家參加完呢個簡介會覺得有興趣，都可以隨時提交嘅啦。咁就10月22號禮拜3或者之前咧就提交報名表啦。咁我哋咧就會收到報名表之後咧，都會通過電郵嘅形式同大家聯繫，跟住咧就發翻一個提交學生資料嘅個 template 啦，同埋一個指引俾大家去遞交呢個學生資料嘅。咁咧，我哋最遲咧就會喺10月嘅24號禮拜5咧就派翻呢個閱讀帳戶俾大家㗎啦。咁其實咧，所以我哋就鼓勵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咁啊真係要盡快提交啦。咁我哋都會盡快去處理，咁樣發翻俾學校，跟住學校咧就再派翻俾同學仔嘅。咁除咗係派帳戶之外咧，我哋仲會一個操作指南啦，就係啱啱 Ellie 講嘅一個學生版嘅教師帳戶嘅處理，同埋呢個教師版嘅呢個處理嘅一個操作指南發翻俾大家。咁老師收到之後咧，就可以派俾同學仔，跟住登入去平台度呢個進行閱讀啦。好，咁提交資料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啲學生嘅一啲基本嘅情況啦，基本嘅資料就係學生嘅英文名啦、中文名啦、年級、班級、學號啦、學生嘅電郵咧同埋密碼嘅。咁咧，可能有啲學校咧都有參加我哋新學年呢個篇篇流年啦。咁呢個提交嘅資料其實就係同篇篇流年提交嘅資料一樣嘅。咁大家如果都係嗰批同學仔去作答嘅話咧，就可以交翻呢啲資料俾我哋咁樣啦。好，咁我哋同大家講一講一啲注意嘅事項，同埋大家可能會常見遇到嘅一啲問題啦。好，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報名表啦。scan QR code 之後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呢個報名網站啦。咁入邊咧就會有呢個報名表嘅。咁大家可以 download 翻嗰個報名表咧，就可以電郵啦，或者係 fax 發俾我哋嘅。報名表呢度咧有少少注意事項同大家講一講嘅。就學校分區呢度咧，大家就要寫清楚係學校所在嘅區別啦。因為呢一個咧就我哋係需要評選18區個人卓越表現獎嘅。咁有2個例子俾大家啦。譬如學校如果係天水圍區嘅，咁就要寫係元朗區啦；如果學校喺將軍澳嘅，咁就寫西貢區啦。
同埋呢個寫人數方面咧都需要注意喎。呢度有2欄嘅數字咧需要大家填嘅。一欄咧就係話參與學生嘅人數啦。咁舉2個例子啦。譬如話咧，有啲學校咧係1至6年班都參與嘅。咁1至6年班嘅人數咧係360人。咁參與學生人數咧就係寫360人啦。咁可能有啲學校就係淨係參加高小組咁樣嘅。咁就譬如話高小組係得100人嘅，咁參與學生人數咧就寫100人，係啦。咁1至6年級人數咧就係寫總人數360人啦。咁呢一個咧，我哋係之後咧係需要用於計算呢個最積極參與獎嘅，咁所以就希望老師可以 confirm 翻呢個人數，跟住2項都填埋，跟住交報名表俾我哋啦。咁除此之外咧，帳戶呢方面咧，啱啱都提到啦，每一個學生咧係有一個單獨嘅閱讀帳戶啦。咁我哋就為咗防止呢個帳戶被盜咧，就希望學校咧就可以，老師咧就可以個別派發呢個帳戶俾同學仔嘅。咁除咗學生帳戶之外啦，咁我哋有一個學校嘅管理帳戶嘅。咁學校管理帳戶每一間學校咧都係會有1個帳戶嘅，咁可以多位老師同時去登入嘅。係啦，咁咧呢度要提提大家啦。學生登入咗呢個閱讀平台之後咧，第一步咧就要確認翻學生嘅個人資料啱唔啱啦。因為咧到時候嗰個獎狀咧就會即係閱讀每一個階段嗰個閱讀獎狀咧，我哋會自動平台會將翻大家嘅個人資料喺嗰個獎狀嗰度嘅喎。咁如果咧係資料有誤嘅話咧，就要盡快同我哋確認翻啦。就可以睇翻登入咗之後咧，可以睇翻呢個我的帳戶啦。咁入邊咧就有姓名啦、班別啦、班級啦、學校啦、學號啦咁樣，同埋呢個登入嘅名稱，即係大家嗰個電郵嘅。要首先就要做翻呢一步，就要 check 翻呢個個人資料啱唔啱啦。如果唔啱嘅話咧，就要盡快揾翻我哋啦，就去改翻你嘅資料啦。好。咁啱啱提到有2項比較重要嘅資料要填喺呢個報名表上面嘅，咁但係可能一開始交個報名表嘅時候，嘅人數譬如話係360人，但後尾有插班生喎，想加翻帳戶喎，咁就要同我通知翻我哋要改翻呢個學生人數啦，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啦，或者係電郵同我哋講翻嘅。好，咁第2個問題咧就係話可唔可以睇翻學生作答情況？啱啱個同事都有講到啦，咁有一個管理帳戶啦，大家可以登入去睇翻嘅，可以睇翻每一個階段同學係作答咗幾多篇文章嘅，但係咧就唔可以睇到嗰個學生作答分數係幾多嘅。好，呢個咧就係技術支援啦。咁我哋大會咧嘅辦公時間就禮拜1至5啦，上晝嘅9點至下晝嘅6點鐘咁樣嘅。我哋會喺呢段時間咧同大家提供呢個技術支援嘅。咁呢個咧就係查詢方法。我哋呢個 PPT 咧稍後咧會放翻去嗰個報名網站嘅，大家可以隨時去瀏覽嘅。咁但係如果係呢個 PPT 入邊有啲未講到嘅內容，大家又想知道嘅話咧，咁大家可以電郵啦、WhatsApp 啦，或者打電話同我哋傾嘅。咁同時咧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呢個中國文化研究院個祝遞群啦，去攞翻相關嘅資料嘅。我哋有啲咩最新嘅動態咧，都喺群入邊同大家去講嘅。好，咁而家就嚟到問答環節啦。好，唔該晒幾位同事嘅講解啦。咁啊，而家嚟到呢一個提問嘅環節。咁如果各位老師咧對頭先嘅內容啲唔清楚咧，都可以喺翻Zoom 嘅 chat box 嗰度打低你嘅問題啦。咁我哋就會請翻相關嘅同事去回應翻你嘅問題嘅。咁樣咧，剛剛咧就收到有個老師嘅問題，就係話一個平台啦，獎勵計劃平台嘅有關嘅詳情同埋啲文件咧，係咪已經係發送咗去俾學校？咁不如我請阿Karen 可以回應一下。係好啊，咁樣嘅我哋到時候咧，大家 click 開呢條 link 咧，就可以見到我哋嗰個報名表嘅，或者 scan 嘅 QR code 就可以睇到嘅。咁其實咧，我哋之前咧，如果有加入我哋速遞群嘅老師咧，就可以揾翻我哋9月23號12點咧，就有個信息發咗出嚟，就希望歡迎大家報名嘅。咁入邊咧就會有我哋嘅宣傳單張咧。咁除此之外咧，我哋而家都準備去印緊呢個宣傳單張嘅。我諗大概係下個禮拜啦，就會去寄送到每一間小學嘅。係啦，咁睇下大家仲有啲咩問題？咁頭先都有老師問我哋今日嗰個PPT 啦，可唔可以即係send 俾佢哋咁樣方便同學講解？咁Karen 頭先都有提過啦，咁個 PPT 咧稍後就會上載翻去我哋嗰個平台個網站嗰度嘅，咁老師可以稍後留意翻啦。
咁另外咧，我哋都收到個問題，就係、老師問高組別，即係小四到小六啊，定只限小六同學參加咧？高小組係小四至小六都可以參加，亦即是話其實成個小學小一至小六都可以參加嘅。咁小一至小三咧就係、初小組，小四至小六咧就係、高小組咁啦。好，明白。咁咧有另一位老師就問啊，佢應該都有參與過我哋其他計劃嘅，咁佢就話學校之前有參加過我哋其他嘅閱讀平台，咁嗰啲學生嘅資料咧，其實嗰陣時已經交咗啦。咁如果佢而家又想報我哋呢一個嘅國家識別呢一個計劃嘅話，咁佢係咪需要重新交過定係要點樣做啊？咁如果係參加咗我哋譬如偏偏留言啦嘅計劃咧，咁可以將嗰份資料交俾我哋。咁但係咧，其實有啲地方需要留意，就我哋偏偏留言咧就淨係小三至到小六 join 嘅啫。咁但係如果學校有小一至小二嘅同學都玩嘅話咧，咁就要補充翻佢哋嘅資料俾我哋啦。係啦，咁其實就係要交多次俾我哋嘅。好，收到。咁樣咧，有老師都問啊，呢個平台同埋啲閱讀材料有冇英文版㗎？因為學校咧有一啲非華語學生。咁都好多謝呢位老師支持啦。咁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咧有英文版。不過今年我哋暫時咧呢個平台我哋第一年推行啦，我哋想試下先。咁咧我哋好希望，如果呢個計劃今年真係成功嘅話咧，好想咧我哋如果出年又繼續有第二屆嘅話咧，希望咧亦都可以增加翻我哋一啲英文嘅閱讀嘅材料咧放喺入面都得。咁就指日可待啦，呢一樣嘢就。好，咁唔知仲有冇老師有問題想問咧？關於今日呢一個簡介會嘅內容，暫時好似都冇見到老師。嗱，如果老師有問題嘅話咧，可以將你想問嘅嘢就打喺 Zoom 嗰個 chat box 嗰度，咁我哋睇到問題咧就會即係讀出嚟，咁俾翻相關同事去回應翻嘅。或者我都補充少少，啱啱講到話交資料嗰度咧，就係、有啲學校咧就有參加我哋偏偏留言啦，咁可能係唔係相關嘅老師負責，即係可能唔係老師你負責，你可以問翻我哋，或者係問翻中文科或者係呢個圖書館嘅老師你哋學校有冇參加偏偏留言啊咁樣嘅。係啦，咁可以問翻我哋，因為我哋都有部分即係小三至到小六同學嘅資料嘅，係啦，咁可以問翻我哋，你哋學校有冇 join 啊咁樣，或者係嗰位如果學校有 join 過，係邊位老師負責啊咁樣。好，咁都再講一講啦。咁其實我哋咧亦都有一個嘅中國文化研究院我哋嘅速遞群啦。咁其實如果老師係想最快 update 可以收到我哋嘅資訊咧，加入咗我哋呢個群咧，咁咧你就咧可以利用一個最快捷嘅速度咧收到我哋嚟緊嘅資訊嘅啦。咁其實咧推呢個計劃之前咧，都同老師都分享翻啦。咁亦都有啲老師反映會唔會同偏偏留言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啊？嗱，其實咧我哋希望咁，我哋喺推行我哋今次呢一個小學人文科嘅時候咧，其實入面咧有一個好大部分咧係想加強翻歷史文化嗰部分。我哋希望咧未來偏偏留言呢個平台咧可以更加着重翻咧去翻我哋國家嘅歷史文化啦、傳統嘅中華文化啦。而國家識別呢個平台咧，我哋係更加針對得到咧係國家今時今日嘅發展啦，各方面嘅發展啦。咁我哋希望呢兩個平台咧，其實都可以咧有一個咧古今並行嘅方式咧，可以咧俾到咧小學嘅人文科，以至到其他跨學科嘅活動咧一個最完備嘅支援嘅。好，咁我哋睇下仲有冇其他問題先。或者有一點咧，我都再補充下先，就係關於交資料嗰度啊。咁咧，交資料嗰度帳戶同密碼咧都係學校提供嘅。咁但係咧，密碼方面咧，就我哋建議咧係可以採取啲比較複雜啲嘅密碼去俾學生嘅，因為我哋
有啲學校可能交偏偏流型嘅帳戶啦，可能大家就為咗方便去記憶啦，咁所以就每一個學生嗰個帳戶密碼都一樣嘅，譬如係12345啊，或者係學生嘅學號咁樣，其實就係有風險俾前後嘅同學唔小心登入咗去做題咁樣，呢一點都係我哋唔希望見到嘅。咁呢種被盜用嘅情況，其實如果發生咗嘅話，我哋係真係冇辦法可以俾學生再做多次嘅，因為每一篇文章都淨係可以做一次，為咗公平起見咁樣。所以咧就強烈建議大家密碼呢度咧就，如果你哋係打算學校 set 嘅話咧，就真係要 set 一個唔一樣嘅密碼，或者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密碼。如果唔係嘅話，呢一度密碼方面留翻俾我哋 set 都係可以嘅，我哋就會幫每一個學生 set 唔一樣嘅密碼，係啦。好，咁多謝晒咁多位老師嘅踴躍提問啦。咁今日我哋呢個簡介會咧就差唔多啦，就到此完結啦。咁就希望啦，嚟緊可以收到即係咁多位老師嘅即係支持啦，就踴躍報名去參加呢一個計劃嘅。咁今日呢一個中銀香港呈獻國家識見小學人文科閱讀獎勵計劃平台嘅線上簡介會咧，就去到呢度就結束啦。咁都多謝各位即係抽時間出席啦。咁如果大家稍後有其他問題想問嘅話咧，咁歡迎可以透過電郵啦、WhatsApp 短信啦或者電話去聯絡翻我哋嘅。好，多謝晒各位。好，拜拜。再見，拜拜。